港鐵推出3架迪士尼20週年主題列車，分別行走荃灣線、機場快線及迪士尼線。稍後東鐵線同高鐵都會有迪士尼主題列車。由6月26日起，迪士尼線、荃灣線及機場快線合共3架列車披上迪士尼20週年主題廣告，並開始行走。車窗上黐滿了迪士尼經典人物圖案。有乘客對登上迪士尼廣告列車感到興奮。真係好興奮啦，因為咧呢架車咧我已經好耐冇坐過啦。我喺網上收到消息就話咧，港鐵話出咗迪士尼線20週年嘅廣告主題廣告啦。而主題列車將會行走至9月中，之後就會落廣告。迪士尼線20週年主題列車編號為 P505、P506。而荃灣線迪士尼主題列車頭尾2卡冇車門全廣，只有少量貼紙；而第2至第7卡就有車門全廣，車廂內有多種經典卡通人物造型。部分座椅上貼上迪士尼20週年標誌。荃灣線迪士尼20週年主題列車編號為 A221、A204，將主力行走荃灣線。而機場快線迪士尼20週年主題列車編號為 E111、K411。有鐵路迷期望，迪士尼20週年主題列車應該要貼上車外全廣，及將所有車卡貼上車門全廣。迪士尼站及欣澳站將會換上主題裝飾，香港站會有大型主題佈置，車站及車廂亦會增設限定廣播。